别管他们了，我带你去个别的好玩的地儿。去哪儿啊？去客厅，走。走吧。快看看，这里陈列的都是二天下的武器。看，这都，这宝石不愧是二天下，气派。哎，小贾，咱们这样不太好吧？万一被发现怎么办？哎呀，两位姑奶奶别磨蹭了，比我马上开始。二殿下一会儿见不到伺候的人，又要发火了。我的这条腿小恐怕……顺子，你放心吧。云卓，你也别怕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比武大会，大家的关注点可都在台上，没人管我们啊。是谁？给我滚进来！啊，快走啊！哎，对，还不快进来！姑奶奶救我！二殿下这语气就是又要发火了。说好你今天给我放假的，我先走了。磨蹭什么呢？过来替我更衣。你是中暑还没好吗？怎么手脚这么不利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比武大会在即，你溜进来到底是何居心？众人都说二天下智勇双全，骁勇无敌，是西明第一勇士。奴婢可真是仰慕之极啊！此次比武大会关乎国家的颜面，奴婢相信二殿下一定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所以奴婢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二殿下加油助威。你对老四也是用这套说辞吗？啊，二殿下，你怎么受伤了？这还不是你的杰作！哎呀，二殿下，我早知道当时就应该把你给处理了。这三句助无声的人设，云珠到底看上了什么啊？无聊，无聊。无聊。十一殿下，这打 call 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小贾设计的，说是表达崇拜和喜爱。那小贾人呢？不知道，刚刚还在呢。小主子，不好了！贵妃娘娘听闻你近日旷了课，已经到了，教主们要罚你了。走啊！这丫头到底想干什么？好样的，甘蔗丝！你不带我来，我也自有办法。第一场，二皇子对博鲁台。
陛下，您看药。二殿下沙场问个片甲不留。慢着！在瓦兹就时常听闻二皇子赫赫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得遇到我想交手的人，二皇子殿下务必成全其欢。说好的1对1呢？如今上演车轮战术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哦，原来是个奴才。你要是有什么意见，上台来说。哎，你。请赐教。殿下弃了武器是何意？我看不必用剑，尽管来吧。虽然有张冷脸，但真不愧是新民第1勇士。不是吧？甘之有4都没上场比武，你们尖叫什么呀？二殿下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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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，您看。二殿下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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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4皇子也是勇士，我要和4皇子比射箭。第3场，4皇子对吉欢。这吉欢的身形跟我们4皇子还挺像的。是、啊。吉欢勇士先请。4皇子不必谦让。这样固定的靶子对我来说太无趣。4皇子敢不敢和我比火把？火把？你想以什么为把？他。啊？搞什么？我可不想在这里独挡。刀剑无眼，就算不射死我，这箭飞过来，疼可是真的呀。好，那就请这位侍者上台来吧。哼，好样的，甘蔗丝！酒店宝派去找掌门的是个男的，那陆一家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。难道这个路人甲别有用心？那我们是不是？那就照规矩办吧。皇上钦点4皇子参加射艺比试，如果能够借着4皇子之手除掉路人甲，那可谓一石二鸟啊！
法子与新民常有互市往来，用的就是这种货币。接下来我和四皇子就比谁能够射中这枚铜钱，以祝愿我们两国长期繁荣共赢。怎么办？这铜币看着比珠山上的珠子还要小。这次我先来射，就如勇士所说，只要我们之中有人射中，便是应了降诏。请。刚才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暗中使坏。